呢條題目咧就將市場營銷管理嘅第3、第5課咧就夾埋一齊去問喎。咁咧首先咧，大家見到咧依間嘅公司咧係賣浴室同埋廚房用具，即係例如佢係賣馬桶啊、浴缸啊、啲廚房用具啦，例如可能雪櫃啊、微波爐等等嗰啲啦嘅一個製造商嚟嘅。咁其實咧佢咧就有2個主要嘅顧客啦，包括係一啲嘅商業購買者，即係一啲嘅地產發展商。嗰啲地產發展商咧去起樓嘅時候咧，都會將廁所啊或者浴缸咧去擺喺間屋入邊噶嘛，咁所以就要向呢個嘅題目上面嘅製造商去攞貨啦。咁所以佢會一次過買好多嘅浴室同埋廚房用具咧去起樓嘅。咁當然啦，呢一個嘅製造商其實都有啲個別嘅消費者咧，即使一啲普通嘅人啦，咁佢有陣時可能屋企要裝修，或者咧佢個馬桶爛咗，咁佢都會買一啲設備翻屋企嘅。咁呢一啲就係啲個別消費者啦。咁而呢條問題就問啦，咁究竟就住呢2個唔同嘅消費者咧，呢間公司佢嘅 4P 嘅策略有咩唔同咧？咁樣好啦，咁大家見到咧就係首先你要講咗嗰4個 P 嘅策略先啦。咁就住4個 P 嘅策略咧，就要分開寫究竟2種嘅買家究竟嗰個策略有啲咩唔同啦。例如第一題喺呢個產品方面咧，呢個係嘅商業購買者啦。咁佢嘅產品咧比較容易啲係客製化嘅，因為嗰個地產供應商咧一次過佢會買好多嘅浴室同埋廚房用具啦，同埋你嗰啲廚房同浴室用具其實係要 fit 到佢起嗰層樓嗰度嗰啲嘅設計啊，或者嗰個樓宇面積大小嗰度嘅，連嗰擺放大小咧其實都應該要針對住個發展商嘅要求去生產咯。即係因為佢一次過整好多，咁你就會睇佢有啲咩要求要等整俾佢嘅。咁但係個別消費者就梗係唔會有呢樣嘢咧，即係個個消費者佢嘅要求喜好都唔同噶嘛。咁你唔會就到咁多嘅。咁你嗰啲嘅賣俾個別消費者嘅浴室啊、廚房用具咧，嗰個嘅特性就可能會比較標準化啦。咁啊，由呢個製造商主導，即係可能佢只係生產咗唔同嘅款式，有唔同嘅顏色同埋唔同嘅功能，會滿足到唔同消費者需要，咁就俾啲消費者自己揀啦。咁就住產品方面咧，例如我哋都可以講下售後服務啦。咁如果係一個嘅即係商業買家嘅話咧，咁嗰啲嘅售後服務可能就會即係會好啲啦，系統化啲啦，因為哇你都希望佢下次可以再幫襯你一次過買幾千甚至係幾萬件貨噶嘛。咁而嗰個嘅個人消費者咧，唔係冇售後服務嘅，不過售後服務可能少啲，咁咧就可能只係有啲換貨服務就算啦。好啦，到價格方面咧，咁呢一個嘅商業買家，當然我哋就話會有呢個交易折扣啦，因為佢一次會買好多嘅產品啊嘛。咁而呢個個人消費者咧就唔同啦。當間公司去定價嘅時候咧，因為實在係好多唔同嘅普羅大眾啦，咁佢定價嘅時候咧，可能都要考慮好多因素嘅。例如，如果佢買一啲高質素嘅用品，咁佢個定價可能高啲啦。但係其實佢都要考慮翻，即係第5課我哋所學有好多其他嘅定價考慮因素嚟嘅，成本啊、競爭對手啊咁樣，咁要去考慮嘅嘢其實會多好多咁樣。咁你直接寫翻究竟喺普通定價嘅時候，你會考慮啲乜嘢，咁就已經得啦。咁而推廣方面咧，咁我哋話呢個商業嘅購買者咧，就最好就用呢個個人銷售同埋直接行銷啦。咁你最好就係派一個人真係去揾嗰啲嘅地產發展商，去慢慢去推介你嘅浴室同埋廚房產品。咁因為其實你咁大單生意，你都值得咧揾個員工去上門去 sell 咁樣嘅，去慢慢去解答佢疑問啦，等等去促進嗰個購買決定啦。咁但係呢個個人消費者，因為你嗰啲消費者太多啦，又分佈喺唔同嘅地方，我哋就話可能用呢個嘅廣告呢個方法會好啲啦，因為你可以一次過接觸到好多消費者，同埋個覆蓋面係會大啲嘅。咁去到分銷方面咧，咁我哋就話喺呢個商業購買者嘅時候咧，因為佢一次過買好多嘅產品啦，咁你可以用直接分銷嘅渠道去有呢個嘅送貨服務啦。咁但係如果個人消費者嘅話咧，因為佢都太分散啦，咁可能你要開一啲嘅零售店啦，同埋你可以諗下會唔會用一啲嘅間接分銷咧，將你嗰啲嘅產品都放喺一啲嘅分銷商、零售商嗰度賣呀咁樣。咁仲亦都可以講話用一啲嘅電子途徑都得嘅，可以俾消費者網上訂購都得。咁即係總之呢條題目咧，大家要去諗下究竟
啊，我賣俾一個商業賣家，即係一啲嘅生產商啊，一啲嘅大型嘅鋪頭嘅時候，同比起一個普通一個市民，究竟我要嘅策略有啲咩唔同咧？咁記住就住條題目嗰個產品去寫解釋就 OK 啦。